上個禮拜我揸咗5個鐘頭車，由馬德里去到一個東南部嘅省叫做 Murcia， 而 Murcia 咧就係繼馬拉加同埋華倫西亞之後，越嚟越多外國人中意搬嚟住嘅地方。而今日我要介紹呢個房產咧，就係位落於被譽為係西班牙最靚嘅高爾夫球會所 La Manga Club。喺呢度，除咗有3個18棟嘅高爾夫球場，總面積係有6平方公里，另外仲有足球訓練中心、28個網球場、豪華嘅水療中心，同埋好多餐廳、咖啡廳，形成咗一個又豪華又完善嘅社區環境。呢度總共有2200個單位，包括 studio 1房、2房同3房。而旺季咧係喺4月至10月嘅，咁吸引咗好多無論係本身西班牙人啦，又或者係外國嘅人咧嚟過呢個假期，係由1個禮拜到幾個月不等嘅。因為呢度擁有單位嘅業主咧，佢哋可以喺旺季嘅時候租出去，唔係旺季嘅時候自己住，又可以成年將間屋租出去，咁所以個彈性又好高，所以咧唔係咁多盤係放售㗎。揾咗好耐，終於俾我哋揾到2個低於市場價格嘅單位，快啲俾大家睇，費事好快走咗。呢個係一個2房2廁複式嘅單位，總共107平方米，再加一個10平方米嘅大露台。有少少唔好運嘅就係因為我咁啱拍嗰日咧10月咧就係有大雨，咁所以咧就唔係話太光猛。6月至9月咧係陽光最好嘅日子，其實個分別都幾大嘅。呢個單位旺季嘅時候係可以租到平均1500蚊至2000蚊一晚嘅，因為呢個度假村咧係有中央管理嘅租務嘅，咁所以咧無論係打理或者係點樣租出去咧，完全你係唔需要理會嘅，到時到後咧佢就會俾翻錢你噶啦。比方說喺6個月嘅旺季裏邊咧，你嗰個出租佔有率係50%，咁即是話咧有90日咧係租到出去嘅，咁每日1500蚊港幣嚟計咧，你就會收到135000蚊嘅，咁其餘嘅日子咧你可以用8000蚊一個月咁樣租出去喎，而呢個單位嘅售價咧係196000歐羅，咁即是話咧你咧係會收到多過10% 嘅回報嘅。用1.8 million 嘅港紙買一個115平方米嘅複式單位，有可能收返10% 嘅租金回報，仲完全唔使自己打理喎，有得諗喎。另外一個要介紹嘅單位咧，就係一個 studio 嚟嘅。基本上咧就係一個酒店嘅房，再加一個好大嘅露台啦。咁賣點咧就係佢係對正社區嘅大泳池啦，同埋有一個好靚嘅露台景嘅。呢一個單位嘅售價咧係96000歐，即係圍翻起就係87萬港紙左右啦。面積就係25平方米，再加一個大露台。喺旺季嗰6個月咧係租到850到1000蚊一晚嘅。而喺另外嘅6個月咧，係可以租到5000蚊港紙一個月嘅。咁如果你計旺季嘅時候咧，係50% 嘅入住率，咁再加埋另外6個月咧，係5000蚊一個月嘅。咁你嗰個 rental yield 咧就係有13.6%。不過講真，如果我係一個人嘅話咧，其實我會想搬過嚟西班牙住喺呢個地方平平地，然後日日去打 golf， 再揸架車環遊西班牙。頭先我哋講嗰個 estimate 嘅酒店價錢咧，其實你係可以喺 Booking.com 嗰度揾到嘅。2房個單位咧係1500至2000蚊 ，studio 嗰個咧就係850至1000蚊港紙。你哋自己 check 下啦。容許我講下點解 Murcia 係咁出名。成個西班牙咧有一辣嘅地中海海灘，但係淨係 Murcia 先至有呢啲一個個我哋叫做 cala 嘅小海灘仔，好隱蔽，好 exotic， 好似成個海灘就係你擁有咗咁樣樣。